台南市的59个公有市场部分以及私有市场的部分呢，我们也进行相关的宣导，让商家确认他们是使用我们的台湾国产猪以后，我们会贴上我们国产猪的标签，让消费者能够很明确的识别国产猪是深受我们国人这相当的一个喜爱我们的国产猪品质各方面都很好。这个贴纸这个相信也是对我们这些国产猪这个最好的一个标示这大家就这样一看就相当的清楚应该是我们生意会更好吧，因为大家拒吃那种进口的吧，有比较安心，比较安心啦，这样比较安心啦，我们是不接受啦。我觉得如果可以标示清楚，让大家可以分辨清楚，选择自己要喜欢的就好。不会吃那个进口的。我不晓得嘞，我们都买自己就是传统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婷。中秋节将至，为保障食品从产地到餐桌上的安全，台南市政府呼吁市场摊商应参考各大卖场标示肉类产地，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及保障市民朋友食的安全。为让市民朋友在市场能购买到有保障的食品，除了中央采取国际标准外，台南市政府也超前部署，宣导公有市场应在猪肉及牛肉摊上张贴像这样的国产猪或牛标志。卫生局也会不定期的稽查市场内肉品的莱克多巴胺含量，保障消费者的选购安全。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美猪在国内的市场接受度没有想象中那么高那从进口量可以知道。那所以说我们还要加把力道来宣导这个大用国产猪肉。今天来到传统市场，各摊贩商家张贴本店只售国产猪肉的这个状况。那如果还没有张贴的，也希望说是因为他们要特别使用这个美国猪肉，还是有特别的考量。那消费者也要做一个评断。那基本上有张贴的，我们就会不定期的去稽查它到底有没有这个依照他所讲的这只用本国猪肉。万一查到这个有使用外国猪肉，包括美国猪肉的话，依照食安法的相关的法规来做这个规范跟惩处。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阮家欢迎收看9月16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台南市抢占3倍光的商机，祭出抽厝甲汽车等大奖，嘛因为民众参与踊跃，所以市长李志源表示，将要突破去年20.8亿，地抽第2间厝。而目前累计金额已经破20.8亿，所以市长正式宣布将加码抽第2栋厝，而地点甲厝体目前拢也咧找，真紧地互大家好消息。为了刺激民众来台南消费，市府推出了抽厝、抽车等好礼的抽奖活动。10月底的时阵，市长表示，只要今年的消费金额突破去年的20.8亿，市府就会加码抽1间厝。现在也突破了这个金额，达到22亿。对此，市长王伟霆上午也正式宣布将会加码1间厝。市长强调，原本有计伫10月份的时阵才会来完成，想袂到9月份就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市府也当咧积极找厝当中。大家知道，在台南，我们有这个3倍券的抽奖，到昨天为止已经突破20.8亿了。也就是说，我们头奖除了1户房子之外，要再加码送1户。本来是预计在10月底才会突破20亿，想不到在9月中就突破了。所以我觉得，你看从7月15到9月15，才2个月就已经突破20.8亿了。所以我们真的现在还在伤脑筋，但是一定会有，我们不会跳票。第1间要抽出来的厝是位伫善化介绍大约600万的公寓。市长表示，即届也会找同款是接近市区、介绍甲第1间差不多的厝。市长也讲爽笑表示，即间新的厝无法度伫山区，因为山区拢较歹找到小平数的，大部分拢是透天。市府也将会伫找到新的厝的时阵来公布。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
财团法人台湾中小企业联合辅导基金会上午正式伫工商促进会成立台南服务中心，借此希望鼓励在地中小企业善用服务中心的资源，加速投资方案。为了落实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半官方组一个联合辅导基金会，因为肯定台南市工商促进会辅导在地企业的成效，所以嘛伫台南设服务中心，并且联合信保基金、中卫发展中心等三大法人，要来提供融资贷款等专业的顾问，小挺中小企业。那我们在这个整个全国在办纾困的这个业务过程当中，我们特别感触到说，台南市公测会的一个用心，还有搭配龙子园的这些的团队，这人数最多，而且最有凝聚力。所以我们在台南市配合整个市政府公测会超过100场以上的说明会。那也可以感觉到说它是有那么积极的这服务中小企业的决心。整个政府都为了这件事情，包括信保基金、包括联府、包括工研院、包括商研院很多的单位，包括中卫其实呢都为了这样子的一个让全国的年轻人知道这个讯息。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也到处做了很多的一个场次的一个说明。那在这个地方呢，也希望借由这一次联府在这里呢，在台南挂牌在台南市政府的挂牌，我相信他们也是很希望能够接地气。在这一次疫情里面呢，我们看到了除了资金协助之外，我们怎么样做产业的升级转型？因为中小企业呢占台湾大概98%，那我们如何把这些中小企业串联在一起？尤其这一次疫情里面，大家想到了一个供应链重组。那供应链重组里面，中小企业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如果这些升级转型的部分呢，中卫都会陪同这些所有的中小企业一起成长。从今年初开始，不敢说百业萧条，但是非常多的，不管是制造业、买卖业或是旅游业，都是遭受到这些新冠病毒的影响。那刚好我们就在今年初启动了我们的纾困。我们工商策进会底下有将近200个龙子园的这做企业家的老板，我们组成工商顾问团，去到府服务，接收他们所有的纾困的请托，一一服务。那我们的成绩也让联府基金看到了我们的努力。所以相对的，在联府基金董事长他一直在今年3月就跟我们说要扩大合作，希望造福乡亲。会中工商促进会进一步表示，目前中小企业加速投资方案辅导已经通过18案，投资金额52亿外。另外嘛，成功协助事业单位贷款173件，总金额7亿2千万，成效备受肯定。电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由台南市幼教发展协会所举办2020年幼多奖甲优良教师以及幼教专业人员的表扬大会，这礼拜6、19号将正式登场。议会上午提前召开记者会，感谢这群幼教工作者无私的奉献。伫教师节来临进前，台南市议员林美燕、陈怡珍、黄丽娇甲张培雅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为幼教协会幼多奖甲优良的教师、专业人员颁奖活动来宣传，并且提前感谢这群幼教工作者的辛苦甲付出。基础教育的老师有基础教育的辛苦，就是启蒙老师有启蒙老师的，包括到国中、高中到大学教授等等，是在每一个阶段的教育的任务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那基础教育事实上。你就是扮演的就是如何去启蒙这些小朋友，在不知的情况之下，能够让他慢慢了解人生，还有他的一些专业知识。我想，就如同棵大树，如果你的根扎得很扎实的话，这棵大树未来绝对是茁壮的。所以基础教育启蒙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会中包括幼教发展协会理事长王华勇、协会理监事。以及3位幼多奖的得主谢慧珍、潘雅婷、加周玲如，嘛拢亲自出席，
并且发表得奖感言。我很感谢幼教协会能举办这一场表扬会，真的是肯定在职工作的每一位老师。那也感谢我们上华幼儿园的董事长、小香园长还有吴督导他们的赏识，他们不时提供他们人生中的一些智慧与经验，在我教学上有给我一些依据，有一些方针。其实，在幼教这个工作，其实也做了蛮久的。那其实也是要谢谢，就是说同事之间都会互相就是帮忙，就是会给予各不同的经验给我们。那也感谢就是家长将小孩放心的交给我们。园长他会举办各项不一样的活动，也会激发老师教学的创意这样子。然后同事之间呢也会彼此互助，让我觉得呢在幼教这个行业呢能够继续更加努力。离教育局拄上任的主任秘书杨志雄嘛代表教育局对幼教协会选出来幼铎奖的教师来深深激奖。一方面为了幼教老师的辛苦，另外嘛表示愿意做幼教最强的后盾，未来将进一步提报优良教保员的选拔。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根据统计，台湾忧郁症患者超过100万人以上，不过就医治疗比例却无到15%。所以安南病院率先全国成立国内第一个忧郁症中心，以中西医多元治疗模式来提供服务。台南市立安南病院副院长苏冠斌表示，虽然台湾民众对忧郁症的认识比以往更加进步，不过根据健保资料库的统计，台湾身心症的患者就医的比例却无到15%，而且就医了后，一半的比例就无搁再回诊。这甲传统的治疗只注重药物是无够的，因此安南病院忧郁症中心以实证的医学角度，整合中西医、心理治疗，甚至是瑜伽正念、甲营养疗法等。对预防的角度，要来改善全民的身心健康。整合的治疗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身心灵疗法，但是不见得都有经过所谓的科学临床试验的实证，所以我们呢推动的主要都还是要架构在所谓的研究下面的实证。那这包括营养治疗。那我们台湾我们的团队在营养治疗在全世界是很知名的这个团队。那另外呢，我们在这个经颅磁刺激所谓的物理治疗上面也有很多的很好的研究的成果。那这些已经都被世界所认可。那另外包括像心理治疗啦、瑜伽治疗啦、正念冥想治疗，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整合性的治疗，都是我们中心这个在推动的。上午的启用仪式包括中国医药大学的校长洪明奇、中国医药医学院的院长蔡崇豪，甲台南市卫生局长徐玉林拢到场出席。台南市立安南病院委托中国医药大学经营的校长洪明奇表示，希望台湾第一个忧郁症中心正式上路以后，会用来提升医疗的品质以外，未来安南病院嘛希望朝向台南的第3间医学中心来迈进。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先歇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以音乐阅读文字，以乐曲串联生命。透过台南爱读册欣赏台湾文学，享受听觉带来的阅读飨宴。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为了满足老中青3代做伙来用餐，拢有通选择，慢慢因为人数无够，袂晓点菜。台南有餐厅业者开创新品牌，就是强调有质有量个美味，除了将出名的料理改成个人的火锅加冻饭，也佫有半自助式的餐点免费享用。当然，上特别的就是爱家己点菜介绍，已经无服务生服务的消费形态。
不管是配合疫情，或者是经济无确定因素，大家落地的消费有较保守。有台南近30档的烧烤餐厅新增加的品牌，将上界欢迎的料理改成一个人的火锅加冻饭，除了唔免因为人数无够歹点菜，卖当点家己喜意的，而且两种主菜若个食袂饱，也佫有半自助餐的美味，搁在你食，加量无加计少。不要老中青3代做伙用餐，拢会当满足需求。很方便啦，那避免说人与人之间近距离的接触嘛，哈。所以呢，这是第一方便，然后第二也是讲究现在疫情的这个所谓社交距离的这个问题。然后这样子呢，在服务人员接触上比较少，那点菜呢很快速，而且又简单明了。那这样的话，可以增加现代人吃饭用餐的那种另外不同的乐趣。餐饮的需求比较不一样啊。有一些，比如说老一辈的啊，跟年轻他们用餐方式不一样。那我们用一个古早味的那些经典菜，然后用一个比较年轻的那种方式呈现，然后搭配自助吧啊，然后小朋友也可以吃，对，那就让老中青3代可以3代同堂一起吃。同时，餐厅配合无人化的时代潮流，嘛引进家己点菜用餐模式，将省落来人事成本直接回馈给消费者，成为上新的消费形态。用点餐的方式是因为我们要为了求迅速、更快速，因为有时候在点餐的过程可能会比较久。那用点餐机的话，它一目了然，就是可以减少我们人员的那个配置，那也可以加快点餐的速度，这样。该店9月19号将正式甲市民见面，而且庆祝开幕19号、20号同工上下午前100名人客拢只要10块，欢迎好康到小报。台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国际赛主会300低湾区淡市北门赛主会为了鼓励弱势学生认真读册，16号上午由会长詹文良甲第10专区、21分区的主席共同捐赠8万块，来帮助开湾国小夜间天赛班的经费。会长该班学生嘛特别制作卡片表示感谢，场面相当温馨。伫开湾国小弱势学童所组成的人赛战果队的热情表演，上午欢迎国际赛主会300低湾区、各专区、分区主席以及北门顶4个分会赛兄赛姐共同莅临。因为北门赛主会会长詹文良本身嘛是开湾国小的校友，为了鼓励弱势学童努力读册，特别捐赠8万块的教育经费，帮助学校的夜光天使班的弱势学童。感恩咱赛主会这领导干部吼，尤其这大哥真慈悲啦，啊，听到学校吼需要囡仔吼爱人斗相共吼，大家吼拢百忙之中吼拢照到啦，拢到位啊吼，咱10专的吼分区主席吼10专主席吼，啊甲咱本会吼，啊是3个分会吼3个分会加咱北门赛主会吼，拢照到吼。听到校需求，咱就义不容辞啦，尽量来赞助这囡仔吼，有一个好的环境吼，啊，培养吼更较好的人才出来。开湾国小校长李添王表示，该校的夜光天使班对民国96年成立，主要帮助弱势学童的课后安亲，对下课到暗时8点，并且提供暗顿。经费的来源除了教育局的教师重点补助，无够的部分学校来自筹。几年来嘛培育出3名的总统教育奖。夜光天使班的孩子是我们96年成立，为了找寻孩子不要在外面流浪，解决家长晚上要上班没有办法照顾小孩，我们成立的专班。这些经费我们会挹注在孩子晚餐跟他们的照顾的钟点费、老师的钟点费，或者是他们多元的节目的一个庆典活动，让孩子有多元多姿的一个活动。第二个呢，我们的战鼓队也多次的欢迎了蔡总统的莅临，那这些孩子的组成都是弱势的孩子，我们让孩子展现自信，展现潜能，发挥他自己的应有的自信，在学习的道路上永远不要输人。上午的捐赠由校长来代表接收，而夜光天使班的学童嘛特别制作一张卡片，
来感谢所有的主审团体。赛主会5万借出会用的炮仗音乐，起兵加在全新社团来帮忙。台南新闻林根张硕伟采访报道。为了台南市弱势长辈麦当感受中秋的气氛，珊珊读册会除了关注台南市10个区的弱势有247份的月饼甲文旦，同时嘛希望有志做回来做公益，小听台南市社会福利的照顾服务。由各行各业女性精英甲企业家另外一半所组成的珊珊读册会，虽然是一个学习团体，不过成立9个月以来，就因为接触社会福利业务，发现有真济弱势政府资源有限之下，也是需要民间力量的投入，所以号召所有成员捐赠247份文旦甲月饼，予台南市10区的中低收入户甲独居长辈，嘛互因感受到中秋过节的欢乐。上由市长吴伟霆代表接受，场面相当温馨。一个小小的读书会，能够做个抛砖引玉的动作，能够让大家来呼吁大家能够把资源送进社会局。其实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才真正很明确的知道，原来资源这么的缺乏。那么我们希望透过珊珊读书会这次公开的这个捐赠，来照顾到孤苦的独居老人、被造册的独居老人。那么这样的一个抛砖引玉，那我们希望能够为他们点灯照路，让社会更多的资源我们一起集中回来，到社会局这边来，让社会局来做分配。送了274份的文旦给我们许许多多弱势的团体，真的很谢谢。好，那我们因为这样子让各位的善行义举，让社会觉得更有温暖，让台南这个城市觉得更有爱。那也谢谢各位在珊珊读书会平常许多在读书的时候对社会许许多多的事情还有温暖的这个部分，能够这个伸出援手的关怀。那我想这个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为了探险，因拢是生活伫舒适的环境，所以真歹体会嘛，唔知要安怎做，所以嘛希望抛砖引玉，再次呼吁将爱心资源集中予社会局来统一运用，才当予真正有需要弱势提供多元甲全面的服务。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现在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好天午后，短暂准好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记录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9月16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